淑容妃，朕劝你做人还是实在些。你实话实说，说不定朕愿意成全你们，圆了一段姻缘。臣妾满心满眼都是陛下，天可明鉴。是吗？嗯。那你要如何向朕证明啊？今晚你来伺候，待到你第一次侍寝的时候，朕希望你还能像现在这样看着朕的眼。朕希望你还能12分真心的说出刚刚说的话。臣妾参见陛下。自己来吧。是。干什么？朕让你碰朕了吗？陛下方才说，自己来吧。他们竟然没教你？他们都教过臣妾的，弹奏、舞蹈、奉膳，还有大征的词赋，所有能够取悦陛下的，臣妾都有用心在学。哼。原以为你有多机灵，原来是个人事不通的傻子。臣妾不懂，究竟臣妾哪里做的不好，请陛下见教。朕碰都不想碰你，见教？教你什么？教你如何取悦朕吗？也要你配？如果陛下只喜欢紫桑阿姐，臣妾也可以扮作她。莫特卿，陛下，淑容妃，克洛尔提示，怀直怨怼，数为教令，把他打入南宫。从今往后，朕再也不想看到这张脸。快去！